近日，洪金寶前妻曹欣玉為新抱周家慧慶祝37歲生日。照片入邊嘅曹欣玉身着白色家居服，頭髮往後梳，露出咗個額頭，同大仔一家人聚埋一齊。曹欣玉挨住個仔，而家嘅佢已經係年長啦，面容憔悴，盡顯老態。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曹欣玉其實係洪金寶嘅第一任老婆，佢係一個韓國人。以前洪金寶去韓國拍戲或者係參加活動嘅時候，合作方都係派曹欣玉作為佢嘅接待人。兩個青春年少，日久生情，冇過幾耐就步入咗婚姻嘅殿堂。據洪金寶自己所講，佢同曹欣玉結婚其實係因為人在異鄉，又有人對自己好照顧，好容易日久生情。有一次我喺韓國做嘢嘅時候，佢陪我去酒店辦理全天登記入住，點知道酒店嘅員工就唔俾佢住入去。我同酒店嘅人理論，佢話要證明身份先可以，於是我就嬲得滯，話佢係我太太。第二日就去領事館同佢辦理結婚手續。婚後曹欣玉放棄咗韓國嘅一切，跟隨洪金寶嚟到咗香港生活。洪金寶為咗事業鬱鬱寡歡嘅時候，都係曹欣玉一直陪喺佢嘅身邊，不離不棄咁樣。兩個人嘅婚姻持續咗14年。曹欣玉仲為洪金寶生咗3個仔同埋1個女。29年前，曹欣玉慘遭洪金寶拋棄，兩個人喺1991年正式離婚。至於原因，洪金寶就講：呢14年嚟，我哋日日幾乎都日嘈夜嘈，係我經常去溝女，會去跳舞、飲酒，晚晚都好夜先返。老婆當然會大嘈特嘈啦。最後兩個人之間就覺得冇乜意思，就分開啦。就喺洪金寶提出離婚嘅同一年，就將現任高麗虹娶咗返屋企。洪金寶喺事業上邊功名成就嘅時候，拋棄自己嘅糟糠之妻曹欣玉，轉頭就娶咗另外一個人。而曹欣玉離婚咁多年，就一直都未再婚。曹欣玉離婚之後，一直都留咗喺香港，小朋友都係洪金寶在撫養。唔知道係唔係出於愧疚，高麗虹一直都冇再生育，將曹欣玉嘅3個仔1個女撫養成人。只係佢哋嘅全家福入邊，好少會有曹欣玉嘅身影。曹欣玉一直都係喺香港低調咁樣生活，只係久唔久喺好朋友沈殿霞嘅陪同之下，偶爾會去逛下街。2008年，沈殿霞因肝癌喺香港瑪麗醫院病逝之後，曹欣玉更加好少露面啦。曹欣玉身為韓國人，為愛情漂洋過海嚟到咗香港，嫁咗俾洪金寶，冇敗俾文化差異，冇敗俾語言唔通，最終敗咗俾婚姻生活嘅瑣碎。而家有仔有新抱照顧，亦都算係老有所依。祝佢往後餘生平安順遂。